耶和华啊，求你听我的祈祷，互我求救的声音跑到你的面前。我伫危急的日，毋通因你的面毋看我，求你暗暝间听我。我求救的日，求你紧紧应我。这是咱三甲来吟诗而乐咱的上帝。这是咱三甲吟诗来而乐咱的上帝。圣诗180首，圣诗180首。愿主点阮中间，用德活关联，互这敬拜时间受分别做成。请咱起立来吟全首。愿上帝引领我，祝福我，通互世界知你的道路。上帝啊，愿列邦俄罗你，愿万国快乐。因为你要照公道审判列邦。上帝啊，愿列邦俄罗你，地已经出土产。上帝要祝福我。耶和华，我坚固上盘，帮助我，搁做原台保护所在，扶持我。世上危险哪准防护，慈悲伸手，圣手达时扶助，念你实地安稳照顾，因保护，请咱起立来吟全首。
即时请咱阿头做伙来祈祷。天父上帝，阮感谢你，你用无比的疼来疼阮，不管阮怎样伫你的面头前来得罪你，也毋管阮是伫咧欢喜、忧伤、困苦的日子内底，你拢无放弃阮。主啊，你是有怜悯、有恩典的上帝，你无快快生气，阁有丰盛的慈爱甲诚实。伫欢喜的时，你提醒阮爱算小你的恩典；伫忧伤的时，你用欢喜的诗歌甲你的话来安慰阮；伫阮艰苦的时，你互阮通求救你，阁无放阮孤单。既然靠着你入到上帝你的面前的人，你拢要拯救到底，因为你是永远活的爸。你差遣保惠师伫阮的中间，成做阮及时的帮助。感谢你，互阮安尼的听。伫暑假的时，阮教会有主日学的夏令营，求主你的圣神赐互阮主日学的老师甲参与伫这个暑假的青少年团体的青年，加添因有搁较侪的智慧、信心甲勇健的肉体。互因伫咧教这个幼稚的时，也对你遐会当得到搁较侪的能力，甲你有搁较深的沟通，毋但互阮的幼稚会通得到利益，嘛会当搁叫阮遮个伫你的面头前得到搁较侪的荣耀。感谢你圣神的感动甲差遣，伫嘉义欢乐教会，阮的青少年因伫一礼拜的时间，为因欢乐教会社区。甲教会的夏令营，因愿意甲人分享主你的名。主，阮知这是你圣神咧做工，要呼召搁较侪人愿意宣扬你的名，互因勇敢向前行。虽然伫因细细的年纪内底，遮个所做的也要成做因一生的感动。感谢你的保守甲看顾，将因伫遐一切所做的事工献上阮的感谢。也愿人光拢归伫你。也保守今仔日，阮有一台车到欢乐教会参与因的礼拜甲献诗，保守因伫出入的中间拢得到平安。未来，阮的教会会阁面临阁较侪的挑战，虽然无牧者的牧养，也求你的圣神会当甲阮永福教会所有的兄弟三个弟弟，互阮有一个合一的心。无互魔鬼有任何的机会来吞食阮、抵教阮，甲你的吞达你的名，嘛免伫阮得罪伫你。求你用你的保惠遮罩阮，保守阮圣洁清气伫你的面头前。教会的事工也求你看顾甲保守，兴起搁较侪的人愿意为着你的名来献身服侍，毋是因为人的缘故，乃是因为阮内心。深深感谢你所予阮即种无比的疼，阮愿意甲即个福音宣扬出去，因为阮只是一群蒙恩的罪人尔，你却安尼宝贝阮，甲看顾阮，阮敢若会当用你所赐予阮这小小的恩赐来回应你对阮的疼，互你的旨意伫正伫地上，愿你的国降临伫咧永福教会，互阮永福教会所有的兄弟愿意同心合意。为着主你的名来做工服侍你，即时阮也要为着阮的兄弟、义主长老、清源执事、王斌兄、客福兄、冰亮兄、义龙兄，甲阮的姊妹秀兰长老娘、玉珠姐、弟姐、金凤姐、周秀姐、金芬姐，因的身体欠安。咸菜因为年纪大，致到因的肉体衰烂，求你用你医治的手放伫因的内心，互因得到你的安慰的手来安慰因的心。感谢你的应允。当即时也要求你的圣神甲王牧师以及阮的兄弟姊妹三个弟弟，透过王牧师所要透放的信息，成做王牧师甲阮的帮助，互阮的日子内底较有气力。勇气来面对伫阮地上所过
所做的工，愿安尼感谢，祈求是奉主的圣尊名求。阿门。上帝的话记载新约圣经马可福音第8章18节到21节。马可福音第8章18节到21节，我用台语和日本来读。恁有目睭也无得看，有耳孔也无得听，也袂记得吗？我把5个饼分予5千人。恁捡饼友仔有几人啊？因讲12。搁7个饼分予4千人。恁捡饼友仔满几人啊？因讲7人。就甲因讲，恁还久袂晓悟吗？恁还久袂晓悟吗？只是要赞美，请信观地赞美。因所要赞美的是基督真侪稳固根基。信观地赞美了，咱要请黄牧师甲咱分享的信息是创造较美好的现在，创造较美好的现在。